越来越快，我需要更多的练習。15號車潘君林同埋黃一博，我認為佢係一個好認真嘅車手，真係可以感覺到佢係中意賽車。但係因為佢平時練習嘅時間比較少啦，同埋每次駕駛之間間隔嘅時間都比較大，特別係比賽嘅經驗少，所以我覺得你包括而家30幾架車一齊出場練習，喺一堆車入邊揸車呢個經驗。因為我哋都提前做咗比較充分嘅準備。排位我覺得還是有機會再快一些的，尤其是看完數據之後，自己的 T16非常非常慢，如果T16再快一點的話，我們看是可以進到03的。然後，但是我做完04之後，再 push 的 T2就 spin 了，然後導致我後面沒有辦法再做出快圈速了，所以也比較可惜。一陣全場第5，組別第3。Gearing up the championship。場比賽入邊85號車嘅整個劇情咧係非常之起伏嘅。黃一博起步咧好冷靜嘅，喺佢嗰一棒咧保持好佢嘅速度同埋節奏。最終把車帶到咗進站窗口，因為如果冇黃一博喺咁混亂嘅情況入邊把握好佢呢一棒嘅整個駕駛時長呢，咁根本就唔會有接落嚟嘅精彩故事。我們跟車隊就是要打這個錯峰值嘛，就是在避開大家去換人的那一棒，避免堵車的情況，所以我去跟快車手去跑，然後讓 David 去跟M 去跑。其實我在跟快車手跑的時候，當然跟不上，不會被其他車手影響。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做法吧。潘君林上車之後，啱出站冇耐呢，就被對手撞咗車尾。到衝線之前，最後一個彎係佢嗰3架車並排出彎，我哋見到嗰架車出彎，我哋都唔知道邊架車喺前面，因為嗰架車真正喺視覺上係完全並排嘅。最後衝線嘅時候，我哋竟然係領先0.113秒，攞到咗季軍。唔係因為我哋快，又一次登上了領獎台，攞到咗呢個組別第3，個車隊好似都將啲壓力放低咗咁。冇人再去計啲積分，因為我哋已經證明咗一次。乾淨嘅入站。黃一博接棒之後呢，面對攻有幾次防守都好精彩，但係喺後半段嘅激烈對抗入邊，因為呢佢同棒入邊對付嘅都係職業車手，所以咧最終名次都係會有所下降嘅。咁咧獲得咗組別第5，因為比賽本身賽嘅完整嘅體驗，做嘅對抗呢一場比賽嘅每一個回合都係新嘅開始。條賽道唔會記得你尋日企喺邊度，常態亦都係佢迷人嘅地方。終點嘅時候，你會發現成績當然重要，但係能夠完整地去完成呢個賽，對我哋成一個團隊都係一樣嘅。季軍係努力嘅回報，我哋享受咗呢啲所有嘅競爭，亦都接受咗結果。呢個真正教識我哋嘅嘢。